三藩市唐人街1年1度嘅路邊年貨攤位今日正式開始擺賣，好多商家一早就準備就緒，希望今次嘅攤位可以帶旺華埠嘅生意。陳嘉琪報導。三藩市華埠 Stockton 街今日到處都人頭湧湧，未夠10點，好多商戶已經急不及待咁開始做生意。華埠嘅路邊年貨攤位今年已經去到第6年，因為中央地鐵嘅工程仍然喺度進行中，今年嘅攤位差一啲就擺唔成。住喺華埠各個地區呢，中國人啊，幫埋喺灣區嗰啲中國人咧多咧嚟辦年貨咁樣。咁啊，今次呢，我哋有辦法舉辦嗰個年貨咧，覺得好高興，因為呢嗰個中央地鐵喺度工程咧進行緊，即係幾乎呢就冇辦法啦。但係好在大家嗰個公車局嘅配合呢，得幫我哋搬走曬嗰啲機器啊樣嘢呢，咁樣得到我哋呢就可以繼續進行。所以我今日好高興，我希望呢我哋年年都可以舉辦呢個新年慶會嘅節目啊！喺今朝早10點，三藩市公務局局長李兆祥同埋一班華埠街坊喺中華總會館嘅門口為攤位舉行簡單嘅開幕儀式。局長就提醒商家喺做生意嘅同時，緊記要遵守多項嘅擺賣規則，包括唔能夠將食物直接放喺地上面擺賣，而各個攤位亦都唔能夠煮食，所有嘅乾貨、乾果等等嘅食品都必須要包裝好先至出售等等規例，因為衛生局隨時會派人巡查。然後呢一行人就沿住 Stockton 街去巡視攤檔嘅擺賣情況。公務局局長對於中國嘅習俗非常之感興趣，更加即場用10蚊買咗多包應節，而且印有雞仔圖案嘅利是封。局長亦都捧起揮春同埋桔，祝華裔嘅市民大吉大利。有華埠商家就表示，近幾年受到地鐵工程嘅影響，華埠嘅生意大不如前，希望藉住呢啲年貨攤位可以帶旺華埠。係啊，因為即係你高興咧，你多啲嘢擺出嚟咧，咁啊多啲人咧入嚟唐人埠嘅三藩市嘅。因為而家嘅三藩市咧，實在係淡咗好多嘅。你問下任何一間咧，都跌咗4分1啊、3分1嘅生意嘅。咁而家有咁嘅機會咧，就點都爭取㗎啦。阿哥好。咩期望啊你？期望最好就1年俾多幾次擺街添啊！亦都有市民表示，見到華埠今日咁興旺，亦都感到好高興，因為熱鬧先至有過年嘅氣氛，亦都希望更加多華人聚居嘅區域，例如係 Command 街或者係 Tellawell 街一帶，都可以舉辦路邊年貨攤位。華埠呢個擺街會，我哋都好期待，係嘛？又好高興，就知道今年又而家從今日開始又開啦，係嘛？所以我哋又要介紹啲街坊嚟，嚟參加呢個我哋嘅街會。使到大家又第一個就方便到大家買嘢啊，各方面購物集中埋喺度。希望希望以後就每一年都能夠順利舉行，我哋就最大期望嘅。我哋希望 Command 街，因為我哋呢個金山華埠嘅咧有5個支部啦，Command 街、Tellawell 好多都係跟住嚟，我哋慶祝華人新年。華埠嘅路邊年貨攤位1連2星期舉辦，由今日起一直擺放到1月27號，即係年30晚。26台記者陳嘉琪報導。